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去！啊！听讲恁进前是毋是有人非常了不起摕宝藏？对，安敢有摕到宝藏？有，安尼感觉你今仔日敢有机会？有，啊，今仔日搁带两个小朋友做伙来耍，啊，等一下好好表现，尽量讲台语讲较大声的哦。小梦是阮来哦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离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，探险队员、探险队长，你好！看到今仔日的小朋友，大家拢安尼笑眯眯，我嘛有一件笑眯眯的代志要甲你讲。智慧之神啊，最近哦，带我去台东佚佗呢。哇，真好的呢！对啊，啊，阮坐火车哦，我想讲哦，坐火车我就会当甲伊开讲。啊，毋过因最近受忝啊，伊拢哦伫咧火车顶悬咧拄久，所以我一个人有够无聊的啦，我拢看风景伫遐消磨时间。所以我想要问小朋友啊，你若是咧坐车的时阵，你拢安怎消磨时间？困甲看风景，困甲看风景。啊，搁有吗？听音乐甲看影片。哦，看影片你头袂晕哦，就晕的。啊，搁有。困哦，啊，搁有啥物代志无？看风景。看风景，啊，搁有啥？无。无啦啊。困甲看风景。困甲看风景，因为有时若是坐车坐伤久的头会晕对无？唔管你是看影片，也是食四修啊，也是困，咱会当平安到这个目的地就对，就亲像你共款啊，今仔日欢喜来到这个神殿，一定会摕到宝藏回去的笑眯眯。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野狗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白衣，我上老队出。欢迎公。小朋友来，看是我搁带小朋友来挑战啊，来，来，你看我做这啥？哈哈，我咧念头，念头，又看嘛这啥？狗。啊你咧？雄宇，你感觉是啥？唔知。唔知，看袂出你感来。觉是狗哦？歹势，这是一只兔啊！啊，还有一只。搁一只。哎呦！哇！破声吹落，我了这个破声是互我的。哦，多谢。感谢恁安尼吼，我呢念遮久，恁有约着，咱徛到边仔吼。来遮。其实我感觉恁敢有念过这念头？有哦。啊，恁家己捌念过啥物件？无看敢有？知。师啊！就难的呢。师啊，足侪迄个咩咩角角的，啊无简单。咧，动物。真好。下顶一届是无相甲无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摕到什么款的宝藏？机器人。机器人哦。哎呦，啊，今日看卖有机会穿无共款的，该炸登去，有信心无？哇！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好康到小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连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今仔日哦，要甲大家介绍较困难的声母。哦，这个声母是 NG， 迄这个哦，这个音是声母较困难。啊，咱若是这个后尾佮加一寡音起哩，伊可能有鼻仔音，还是脑音，
就有无共款的字出来，就亲像赢老烈的赢，野菜，硬硬哇，食忙着忙，先记起来哦，那咪即题。有机会敢若哦。有哦，爱记的哦。好啊，哦，真大提示啊，提示啊吼。好，来，加油，邢大家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压起来，压起来！加油加油！我相信你会用的，卖放弃，卖放弃。别怪，别怪，别怪哦！紧切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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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对对对。倒回，倒，这个倒会使。明仔5点好啊！好，来啊来啊！来，好，安怎念？来文，无爱无，无爱无对，袂啊，啥？袂啊，袂爱袂对，马人的对，马。后一题，我个卡，我拢卡。来，切过来，切过来，切过来。很是我甲你斗三工，好，来，紧过，斗看卖使无？哦，这个使，好，来，安怎念？八，嘿，对，水，再八个八，水啦，白板哦，白板的白，哦，厉害！巧尾，很是斗三工。甲你试一下，哦，安尼有啊，哦，水啊，海龟，来，安怎念？美小吹的，水对，目睭真好，目睭灵，目目拜拜，目拖，无人对，啊，谁？来，跟报一个。安怎念？美丽对，目拖的目拖一下，拄啊好，啊，明明就遮济题啦，安怎算就算起笨蛋，安尼到底是要哪？啊，恁搁较那拍拼想嘛想无遐济，不要紧，咱做伙来看觅到底得几题。现在，相英啊，迄个台啊真足歹巧的，哦，迄个心就大了，你是毋是食出来啦？你有出来无？还是你无食饱？我有食饱，你有食饱囡啊？仔人手尾啦，较无嘿啦，毋知要哪摘吼。第一题，哦，巴拉的巴，做伙念巴拉。啊，伊是即个宝的音，啊，要安去倒？拜，对，真水。诶，报残敢是会使？报残。N 笔哦，真好哦，N 笔哦。好，文旦即个文哦，文旦，三改哦，对，三改，我知，你知？好，林明，哦，民哦，民，真好哦，赞。尾溜，尾溜尾赞。有当时会做面网，差不多啊。文做难的，文啊，因为头先讲足济去啊。应该讲三届啊。好啦，咱看卖恁拢总摕到11题，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，还佫有一个金扣扣咧。来哦，后关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看你安怎排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2名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佫照顺序甲身上摆伫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各位探险队员啊，我甲恁请教一下吼，若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家己恁的，安怎形容？真特别。人歹势讲家己水好无？哦，较必须。对啊，好啊，即摆要甲恁考验嘛，个题目听好清楚。咱出世的年代，对上古早到上今啊，哦，知无？上古早排第1，上今啊，上近代排第6。
安尼听有无？跳舞。加油哦！林大家开始看。哦，上古早，你甲因讲，你这边上古早是啥？是一种动物，嘿，还有无？啊，真大真身，已经消失了。已经消失的动物。就大声你呢。放第一。哎呦，讲哎呦，咱即马咱上老上出世上久的，伊是一个医生，清朝的时阵，哦，清朝哦，清朝的时阵，我来上近的。上紧的，伊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，伊有长长的头毛，嘿嘿哦，啊，伊爱黄色，你伊有敢要两个小妹，有人的小有妹，两个小妹啦，爱黄色的，头毛长长。啊，你感觉爱排第几啊？排第六个。我排第六，来排去。来，我即摆要讲啊，咱遮上远的，伊真有智慧。伊真有智慧哦。伫古早以前，伊有毋免收钱，然后想要学习的，就使去伊的学校。排第二个。排第二个，排第二个。来来，第一个就头先迄边的啊。好，啊来，啊咱的咧。啊，咱来咧，咱排第几？头先迄个是一个动物咯吼。啊，是咱先讲即个哦，即个足好讲的啊。嘿，来，嘿，即个足好讲的。伊无真悬，伊无真悬。但是你啊想看卖即摆咧讲啊？嘿，排第五个好第啊。好，五对哦，来。咱遮即个是伊之前有来过台湾，然后伫台南，甲荷兰人赶走。甲荷兰人赶走哦。哦，第三、第已四，经无伫咧。已经无伫啊。恁讲第三个啊？第三个好，第四个。哦，第四个好。第四个安尼。哦，时间要到啊。第四个。好，你好，第三个。你甲因讲，咱即摆第几迄个个价钱免收一个，迄个放第二个，啊，足大的放第一个。哦，水。哦，这段好啊。伊同尾做一个哦结束，整理安尼整理嘿圆满，互咱看卖因到底安尼摆起来是对毋对咧？因来。哦，即题介困难，真若是无伫读册的吼，一定袂晓。安怎念？强梁安怎形容？会教人的，会教人的，足歹，会晓飞，会晓飞，有诶会晓飞有会晓飞，有的手足短。有的拢安尼嘛。啊，对。你敢是较早捌做过空梁？无的，哦，安尼强梁安尼大部分拢讲对啊。真久，几啊千年啊啦，对啊，几啊千年进前。我再来是安怎念？空珠公。哦，头前你迄边讲了真好咧，有讲到啥？啊，免纳钱。免六字就会使去伊的学校对读册。对啊，安尼目前是对的啦吼。对。强梁、空珠公，啊，再来是啥？地成成功。功。上重要的线索是安怎？甲荷兰人赶走。赶走。对啊，啊，今年算是咱建成400年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几啊千年，差不多1000年，啊，再来400年8年。 ，400年，所以目前安尼看起来是对的哦。安怎念？马街，马街第一个看到马街，你想到啥？便便伊平，对无？还有挽喙齿。满喙齿哦，马街满喙齿哦。马街满喙齿哦。啊，教会，教会。教会嘿，平，伊是外国人。外国人，对，嘿，地成功400年、150年，目前拢对哦。所来这位，这位。安怎念？会晓无？蔡秋。阿美啊，头先伊伫讲的时阵，你有想到我无？有哦，哦，啊，厉害哦！若是你安怎讲阿美？你若要形容我这个人，你会安怎形容？真巧。真巧哦，多谢。有，啊，搁有无？敢有？真会讲台语。真会讲啊！谢谢啦，多谢你。哦，安尼我有够，安尼真满足啊！好，30几年前啊，吼，85年、30几年。所来这位安怎念？嘿嘿嘿，阿美安那笑甲真欢喜，这是毋是恁姐姐？对。诶，
头先你有讲到，这是该爱黄色的。黄色。哦，啊，还有啥物线索？来，阿美啊，你讲一个，这你安怎形容？真水，真水啊，真好，真乖，还有哦，头毛长长，头毛长长，因迄姊妹感情真好，我看了嘛上欢喜。好啦，咱开过来。好，咱看卖一个，隆重着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水哦，2个金箍箍后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多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咱各位国水的小朋友，我想要问恁一个问题，好就是吼，恁伫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，恁会感觉有淡薄仔歹势歹势？上台，上台哦即摆就敢若足秘书。哦对，上台顶的时阵啊，伊甲秘书表演了真好。啊美啊，你敢有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？甲无熟悉的人讲话，啊，无熟悉人讲话对啊，我嘛是啊。不，你看起来，你看足活泼的，哦安尼，你少我讲话，有当时啊会啦，加减啦。唔知要安怎甲人相处。无你感觉你家己？哎，足奇怪哦，我看到你野鸡的，足秘书的。没啊没啊，我讲的是真的，啊，不过你拢唔相信。你的表现我都无相信啊。我就足紧张的，哦，啊，不过我袂表现，我是规个心啊。结开完安尼哦，安尼，好啦好啦，我今麦要来甲恁考验啊。秘书啊吼。来啊，听好清楚我的题目，看好咯。请讲出相对应的单位量词。量词。真简单，亲像2是安怎算？是讲2个量词是啥？一粒。一粒。啊，下啊是啥？一箱，嘿，对，就是安尼遮简单吼。安尼即摆要来考验嘛？来，现在个影片。影片一出。对。哦，一出一部。会用的一部。鸡卵。一粒，对，真好。鸡仔冰。鸡仔冰一支。对。我你。面。一碗，嘿，一碗。搁会再用一条，嘿，一条。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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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捆哦，一捆啊。一捆，好。一捆来用。丝。一手，一首诗对。休息。刷。刷一百。一百嘿。一百。啊，课本。一本，嘿对。一套。汤。一碗。嘿对。一碗一块。啊，大饼。一个大饼。一个啊。嘛是算对啦，一克啊。一克啊。一袋。一袋哦。啊，学问。学问一门。嘿，一门对。哦，我那厉害。喙齿。一起，一起。一起对。喙齿一起。笔记。一本哦。好来，便所。一斤，嘿。蒜头。蒜头。一粒。一粒蒜头嘛会使，啊是讲一瓶，一瓶嘛会使，对不半对？瓶。好，真好，真好，一对。好，14题会当摕到半金箍箍。好好来，换位。好，我恁啊，刷来这个题目就是讲出身的词甲体的词，就是身体、体面啊、体会，想看卖哦，身悬卖用哦。身。好，开始，听来个体。体会。体会。体量。好。体。哇，体育。心。头过心就过，头过心就过。体。
体体会讲过无？体会讲过啊，讲过啊。哇你拄则是有讲我讲过啊哦体贴你有讲过无？体贴甲啊，体贴还未讲着。无讲过。体统、体操、体育、体面。讲体育啊。其实讲不哩济去啊，新世新世啊，新世。啊，新世。新世。遮济。好啦，真厉害啦！两关拢互恁赢了了啊啦，恭喜恁！两关拢赢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三个金箍箍，真有机会，搁甲宝藏摕走。敢摕到咧，现来甲。哇，第二届来啊啦，这届吼应该是无问题啦，搁甲扎定好无？好无？啊，先要选倒一个动物。九号。九号啦。 9号。好，安尼手甲放起。啊，我讲请饲落的时阵才饲落哦。哎呀呀呀呀！哇，咱非常鼓吹的美女小朋友，嘿第一个选的是九号，敢会对咧？请饲落。九号。竟然无伫咧遮，还有两届机会。来，还有两届。好，要选倒一个。第一山牛。好，来，手甲放起你啊！轻轻啊哈。长尾山牛，请饲落。东北酸牛啊！哇，哪里啦？无，到底宝藏伫倒？宝藏伫倒？玫瑰路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哦？阿咪，你要相信我一届无玫瑰路？伊敢若无啥想要相信。够恁5秒的时间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决定一下。玫瑰路了。对，玫瑰路。好，大部分拢要支持玫瑰路。唔管安怎，若无对，你就怨恁队长；若有对，就欢喜转去恁台中。请饲落。颁奖！会当得到的是木造的七头米哦。哎呦，我惊死，我惊死！哇，恁队长安尼有甲恁斗相共着啦。哦，好加载。嘿啊，好加载咧，无真正怨队长哦，规个今仔日期末节拢会感觉怪怪。我心情嘛足歹。是哦，啊，今仔日得到的礼物是啥？有啥物好耍得的？到的是木做的七头米啊，哦。安尼。还佫会当放你一寡文具的物件。哦，啊，这哦，这个到。斗起来应该真水。对。就他放这个手机啊，还是放那一寡文具、手表啊，拢会使放。而且你会佮家己画图，嘿，家己测写，变成你甲人无共款甲无人同款。对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吉头脑的。个头脑。对。你敢有这种礼物？敢有？无。无哦。哦，真正非常了不起，真够讲。啊，继续讲台语好无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。